阿傑，你睇下呢個小區園林，我同你講佢係中國豪宅標準嘅制定者，有冇意見？冇意見啊！星河灣28,000蚊一方嘅工地，有冇興趣？真係㗎？係啊，走啦！從來唔打低端局嘅我哋呢，今期睇一隻大戶型，亦都係兩梯兩戶嘅一個設計，每一戶呢都係一個獨立嘅入戶前廳，係俾你使用嘅。呢個產品嘅話呢，入籍面積214方，亦都係星河灣比較傳統嘅一個大戶型大平層嘅產品嚟嘅。以前呢，佢係中意做約式，但係今期嘅呢個流動呢，係做到唯一嘅一棟大平層產品，南向望山景，非常之恬靜嘅。咁呢個產品嘅話呢，佢除咗可以做到係雙陽台景觀之外呢，佢仲可以做到係4房雙主套嘅戶型。你睇下我哋呢個餐廳位置先，非常之大氣，非常之舒服。南向望山景，北向生活陽台望翻出去呢，係可以望翻園景嘅。對於業主嚟講嘅話呢，其實仲有一個重大嘅利好，就係你嘅小朋友呢係可以入讀呢一個蘇園學校，而且仲要係9年一貫制直升嘅。嗱，另外2間細房呢，我哋就唔睇啦，我哋睇呢間最大嘅主人套房。你睇個景觀望翻出去，係咪好似每日都喺度度假咁啊？非常之舒服，非常之震撼嘅。咁目前嘅話呢，有啲少量嘅單位係做緊工底嘅，單價係28,000蚊起步，仲要呢係有簡單嘅裝修，再附送全屋嘅中央空調俾你嘅。衛生間非常之炸裂，舒服、乾淨、企理。咁星河灣嘅呢一產品嘅話呢，就係滿足各位 old money 對呢個品質嘅追求。如果有興趣嘅情況下呢，不妨過嚟半山呢度睇下。有興趣嘅關注我條，帶你過嚟睇。